来向今日继续进段消息，来看立法院第11届的立委113位，伫个昨来报道，嘛选出着新任的正副院长，由国民党的韩国瑜甲江启臣来当选。对这个韩国瑜来讲，当选院长是来到伊政治生涯的高峰。若按照着院长级的薪水，韩国瑜一年的总薪水会当领到486万。不过，这韩国瑜才拄拄当选着院长，网络真热门的关键字马上就出现讲，立法院长安怎罢免？甲中议会6号展开，韩国瑜坐起咧电视龙头大会，随总去甲王金平请教拜会，偏偏才打当选，网络的事件关键字随出现立法院长变做改罢免。院长是没有法规上的一个罢免，我们还是接受这样的结果了。这毕竟就是民主政治可贵的地方了。那你选到不好的人，也让选民可以看到嘛。这以后选票不要乱投。他这样聚集起来的能量，未来一定能够带领国会做改革之外呢，也能够强力的来监督我们的执政党。就看能赢这个大日头，敢会当替国会带来希望。另外，韩国瑜做立法院长的薪水，一个月薪水36万，佮加上高半个月年底奖金，一年薪水正看486万，而且大个月佮有特别8万块特别费用，只是工作量变济可见，铺垫感情。对面秘书长担心做手的人选虽然未出现，思考过，但是还没有行动，还没有面谈过。但是一定要选择一位优秀的秘书长，能够调和鼎鼐，处理院务。更重要，他的自己的思维也要能够超越党派。做手到底是啥？除了本届热任的立委费鸿泰立即为方点评，把做过韩市府副市长的李树川声势上旺。不过看这张相片，蒋万安是个蓝条条。我当过国民党的秘书长，没有超过党派。不是啊，这个他没有跟我提这个事，因为昨天万安警报，我现在应该是警报万安，不必帮我找工作，我现在工作很稳定。郭宝庆年后被换头路，韩院长上任后第一个人事案是无论哪样色彩，或者是跨党派，也都要互相信任，才个讲后一步。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